欢迎各位侦探。今天我们要办的案子啊，很不一样哦。它不是发生在什么犯罪现场，而是藏在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语言里。没错，我们要调查的就是这些充满智慧跟想象力的古老谜题——台语谜猜。每一个都可以说是一桩等待我们去破解的微型案件。所以啦，问题很简单，但答案可不一定哦。你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来当个语言侦探，破解这些藏在话语里的密码了吗？好，我们的调查现在开始。OK，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案情。所谓的台语谜猜啊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那种单纯的一问一答，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幅一幅用语言画出来的藏宝图，里面充满了视觉线索，超巧妙的双关语，有时候还会故意误导你。要破解它们，我们需要的就是顶尖的观察力，还有侦探的直觉。好了，第一份案件送上来了。案件代号叫做《三国演义水果》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？一个案子怎么会跟历史、颜色还有水果扯上关系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玄机。这就是我们收到的神秘讯息：洪关公、白刘备、乌张飞走去谬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这画面是不是很奇怪？三个这么有名的历史人物排排站，但最后一个张飞，他怎么跑去躲起来了？这到底是在描述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我们来一样一样分析手上的证据。你看哦，每一位人物其实都是一个颜色的线索。洪关公嘛，很明显就是指他那张招牌红脸；白刘备对应的就是他比较白皙的肤色。那乌张飞呢，当然就是那位黑脸的猛将。所以重点来了，我们追查的不是人物本身，而是三种颜色：红、白、黑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关键线索。但是各位注意哦，这里出现一个转折点，最后一个线索是走去谬，意思就是跑去躲起来，这是一个动作。前面三个都是静态的颜色描述，为什么这里突然冒出一个动作？这就是案情的突破口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在试某种水果的时候，有哪个黑色的部分会被我们弄得跑掉或躲起来呢？来，我们把所有情报整合起来。我们要找的目标是一种水果，它有红色的主体，外面还有一层白色的结构，而且它还有一些黑色的部分，会在我们吃它的时候逃离现场。嫌犯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楚了。各位侦探，你们知道他是谁了吗？答案揭晓，没错，就是西瓜。你看这是不是超聪明的？红色的果肉就是关公，果肉跟绿色瓜皮中间那层白色的部分就是刘备。至于那些被我们噗吐掉的黑色西瓜籽，那不就是在逃的张飞吗？所有线索都完美对上了，案件一宣告侦破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第二份案件啊，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我把它叫做层层包裹的宝藏。这次的谜题重点不是颜色，而是结构。我们需要进行一场非常精密的语言解剖，才能揭开它层层保护下的秘密。好，这是目击者的证词，请各位仔细听。青布包白布，白布包柴酥，柴酥包虾米，虾米包酸醋。你听听看，这段描述是不是像一首诗？一层包一层，一层又包一层，根本就是用语言画出了一张建筑蓝图嘛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份蓝图把目标物给还原出来。现在我们就跟着线索把它一层一层剥开来看。第一层青布，很明显就是目标物最外层那张绿色的皮。把它剥开，我们看到第二层白布，也就是那层厚厚的海绵状内层。再往里走，我们找到了柴酥，哇，就是那一半一半长得像古代木梳的果肉。最精彩的细节在这里哦，柴酥里面包着虾米，那些晶莹剔透的果粒。最后，虾米里面藏着酸醋，也就是酸酸甜甜的果汁。我的天，这根本是一份完美的鉴识报告。各位侦探，我们已经从外到内把所有结构都检查过一遍了，每一层都对得上。这么精密、这么有层次的描述，只可能指向唯一一种目标物。你锁定嫌犯了吗？没错，答案就是柚子。这简直是观察力的艺术品啊！这已经不只是谜语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份写成了诗的
见识报告，从外到内完美无缺。案卷2再次宣告侦破。好的，前面2个案子大家都表现得太棒了，现在我们要来点刺激的，进入我们的闪电侦查回合。我会快速提出案情，考验一下各位的临场反应。准备好了吗？第一个快案，千条线、万条线落入水内都看没见，成千上万的线从天上掉下来，一碰到水就看不见了。这是什么？给各位3秒钟，3、2、1。如果你刚刚心里的答案是玉，恭喜你答对了。雨丝就像线条一样，掉进水里就融入一体，当然就看不见啦，是不是很有诗意？好，下一案，他头上戴着红帽子，身上穿着五彩衣，裤子还只穿一半，而且天一亮就开始唱歌。这位走在时尚尖端的朋友是谁？对啦，就是公鸡。红色的鸡冠是帽子，漂亮的羽毛是五色衫。那个裤管穿一半更是神来之笔耶，把鸡脚的样子描述得超精准。闪电回合最后一案，2个兄弟仔身材同款长，每日3顿饭相招去洗汤。有一对身高一模一样的兄弟，每天都要约好3次一起去泡热水澡。这是什么我们天天在用的东西？当然这是筷子嘛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不就是一起伸到热汤里去洗澡吗？这种拟人化的手法是不是很生动？好，闪电回合结束，各位表现真的太出色了。好了，各位侦探，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可以说是圆满成功。现在让我们坐下来整理一下这一次的结案报告。我们从这些案件里到底学到了什么关于语言本身的秘密呢？透过今天的案子，我们可以归纳出谜题侦探的几种核心办案手法。你看哦，我们用到了生动的比喻，像是把西瓜比喻成三国人物。我们也分析了层叠的描述，就像解剖柚子那样。我们还见识到了超可爱的拟人化，让筷子好像活了过来。而这一切的基础，其实都来自于对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，还有充满创意的语言游戏。所以说啊，这一切最终证明了，语言远远不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已，它更像是一个游乐场或是一块画布，让我们用观察力和想象力，为最平凡的东西画出一幅全新的、充满惊喜的肖像。最后，我想留一个最终的课题给各位。既然你们现在也掌握了这些侦查的方法，那你想想看，在我们每天讲的话里面，是不是也藏着数不清还没有被破解的谜题，正等着被发现呢？这次的调查也许结束了，但是对你来说，真正的侦探游戏说不定现在才正要开始。